主后2023年5月13日，每日圣安宫读经，绝对毋通搁互邪恶赢过良善。圣经咱做来听读，以斯帖记第2章19、19、23节。遐个在色女第2遍自责的时，末底改坐伫王宫的门。以斯帖照末底改的吩咐，毋捌甲人讲伊的身世甲宗族。以斯帖拢有听末底改的话，甲以前受伊养育的时相款。有一日，末底改坐伫王宫的门，执行职务的时，有2个顾门的太监，辟探甲提列怨恨搁计谋，要谋害亚哈随鲁王。末底改知即个代志，就甲王予以斯帖讲，以斯帖就用末底改的名，将即个事对王报告。经过调查，证实有即个事，迄2个人就互人吊死伫柴架顶。即个事有伫王的面前记入大事录。绝对毋通搁互邪恶赢过良善。巴比伦帝国时代，犹太人沦落变成做亡国奴、政治难民。伫100外年内，因也经历帝国甲殖民统治者的兴衰、改朝换代。这互咱知影，世间无永远的王权，任何帝国和统治者，总有一天拢爱扫入历史的火湖中。只有属伫上帝的美善，才通帮助咱，袂随波逐流，互咱朝向上帝国的新世界迈进。伫殖民政权下面工作，检察会方看做是背叛者，所以末底改隐藏身份，甚至吩咐以斯帖毋通甲家己的种族和亲属关系甲人讲。这是受殖民者也是受压迫者出于无奈的选择。因选择隐姓埋名，毋是因刻意想要遗忘，是因为有话讲袂出嘴，有苦难言。若是政治受这个创伤者安尼，甚至伫咱的社会中，受家暴者、受性侵犯者等受关系胁迫者，往往也是选择噤声。这是伫关系胁迫下面的无奈。伫宫廷内斗下面，末底改选择对亚哈随鲁王忠心。检察是因为以斯帖正做王后，选择守护亚哈随鲁王，就等于是伫守护伊。或者是波斯帝国有比以前的巴比伦帝国对因的人民较友善，所以末底改揭发谋杀国王的阴谋。这件代志是规个故事重要的暗笔。检察末底改选择揭发阴谋，露出真相，是出自伊敬德的良知。亲像诗人所赞许的人，无趁歹人的计谋，无行罪人的路。诗篇第1篇第1节。所以，上帝因为末底改敬德无见效的良知所成就的善行，就赐福伊。以斯帖记第2章23节讲到，经过调查，证实有即个事。迄2个人就互人吊死伫柴架顶。这显示迄段当时的司法调查甲审判是严谨的，毋过也显示那威权专政的体制
剥夺人的性命手段也会哪残暴。随上，台湾也经历过威权统治。2021年，台湾行政院促转会举行解码压迫体制台湾转型正义资料库研究成果发表会。调查显示，终审受判处死刑的政治犯有1153人，其中蒋介石就介入970个人，伊甚至用毛笔伫签呈写讲枪决可也，此人为何不枪决才会批示？促转会表示，找袂到任何的法令通予总统拥有变更判决的权利。今仔日，咱着反思，若文明进步的社会，应该对生命权爱哪尊重，甚至爱敬畏生命，因为人的生命气息是上帝所赏赐的。咱绝对毋通搁再互邪恶赢过良善。透过历史的反省、信仰的反思，就是要帮助咱辨明时代中的恶，搁彼此互相扶持对话。伫咱的处境下，谦卑寻求上帝的带领，敦促人朝向上帝国的新世界。日想，使徒保罗反省讲：所以爱的好，我无去做；无意爱的歹，我颠倒去做。罗马书第7章19节。当感受善恶的诱惑的时，我会安怎做？使徒保罗反省讲：所以爱的好，我无去做；无意爱的歹，我颠倒去做。当感受善恶的诱惑的时，我会安怎做？咱来祈祷，圣神啊，帮助阮绝对毋通搁再互邪恶赢过良善，互阮较望上帝旨意行伫地上，亲像行伫天呢。惦伫基督耶稣，阮安尼祈祷，阿们。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